5星級的家咧帶大家嚟到港島南區嘅壽臣山睇一套超級豪宅啊！話明係超級豪宅咧，價格梗係有翻咁上下啦。大家又估下佢要幾多個億先買到？今日咧就等我思睿帶大家一齊嚟感受下點樣將一個家變成一個藝術展覽啦。但係大家睇完之後咧，話唔定大家會對設計自己嘅屋企有所啟發啊！大家又知唔知壽臣山點解叫做壽臣山呢？大家好，我係思睿啊！今日5星級的家咧帶大家嚟到港島南區嘅壽臣山睇一套超級豪宅啊！話明係超級豪宅咧，價格梗係有翻咁上下啦。今日介紹嘅咧就係藍天地嘅2號屋，咁佢套內面積咧係4004尺嘅。我哋而家入去睇下。事不宜遲，即刻帶大家睇下呢套咁有藝術氣息嘅豪宅啊！呢套2號屋咧係由著名嘅設計師同埋建築師林維爾先生 William Lim 先生去設計嘅。林博士咧擁有超過40年嘅設計經驗啊，而佢設計嘅西九大氣棚2013咧更加榮獲由香港設計中心頒發嘅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同埋亞洲最具影響力文化特別獎。同時佢係收藏家同埋藝術家嚟嘅。我哋而家身處咧嘅客廳咧，主要採用咗大地式嘅設計啊，而且咧，大家見唔見到張梳化非常之特別啊？係咪覺得佢好似浮起咗咁樣啊？呢個咧係一個懸浮小島嘅設計概念嚟嘅。咁因為收埋咗啲凳腳咧，就等佢覺得梳化好似浮起身咁樣。嚟到我哋飯廳位置啦，呢張台同樣咁特別，佢咧係採用咗火山石去製造㗎。同埋大家留唔留意到咧？成個樓底係非常之高啊！大家就算掛啲吊燈咧都冇問題嘅。跟住我哋出去花園睇下。出到嚟我哋嘅花園位置啦。我哋眼前嘅呢張長台咧，係咪好熟悉啊？其實係同入面張飯台咧同系列嘅，同樣都係火山石製造嘅。咁呢邊咧就有2張芭比粉紅色嘅沙灘椅啊，而我哋後面咧就有個16.8米長嘅泳池嘅。另外一邊咧，大家就可以見到一個 BBQ 嘅區域啦。咁同埋後面咧放咗有10個座位嘅布位 sofa 啦，大家可以坐喺度等姐姐燒雞翼俾大家食。藍天地咧位於壽臣山道西11號 A 嘅，咁前身咧係4棟排屋嚟嘅。而喺2017年嘅時候咧，雷氏家族嘅成員呂聯勤咧就用咗4.5億去買入呢塊地皮啊，而每平方尺嘅樓面地價咧就大概係4.5萬蚊嘅。藍天地嘅呢個項目咧係由3棟3層樓高連埋地庫嘅洋房組成嘅。咁1號洋房咧靠近壽臣山道西，亦都係最大嘅一棟嚟嘅。咁實用面積咧超過5000尺嘅。另外2棟咧就由小路行入去啦，分別係4000同埋4400幾尺嘅。咁涵蓋咗3房3套至到4房4套嘅間隔。今日咧我哋就會重點介紹2號洋房嘅。咁成個設計咧係用簡約做基調啦，再搭配翻唔同嘅藝術品同埋藝術裝置，將藝術融入生活，打造一個不同凡響嘅居住空間啊！咁佢嘅實用面積咧係4004尺，另外仲有個1795尺嘅花園啦，而花園入面仲有個16.8米嘅泳池，另外佢仲有個地庫停車場㗎。雖然咧佢係3棟入面最細嘅一棟啦，但佢本身嘅間隔咧，其實都係4房4套㗎。但經過改動之後咧，2樓嘅全層就已經變咗做主人套房嘅專屬空間啦。話明係超級豪宅咧，當然屋企有自己嘅 lift 啦。我哋而家咧上去1樓睇下先。嚟到我哋1樓咧，中間咧就係我哋偏廳嘅位置啦。咁呢度咧做咗張書台仔，等細路仔可以喺度做功課。而做得攰嘅時候咧，可以過嚟呢邊打下機放鬆下。咁左右咧各自有一間套房嘅，我哋睇咗左邊呢一間先。咁入門口咧有個到頂嘅衣櫃啦，白色設計，亦都係非常之簡潔嘅設計嚟嘅。咁雙人床。當然就可以3邊落床啦，而後面咧望向就係壽臣山嘅位置啦。同埋唔講唔知道，連我哋嘅歌神陳奕迅都係住喺對面㗎。
跟住我哋睇下右邊嘅呢間套房啦，咁同樣咧都係做咗張 Queen size 嘅床啦，亦都係可以三邊落床嘅。上到嚟2樓咧，就係我哋主人套房嘅位置啦。咁首先帶大家參觀咗個浴室先，呢邊咧做咗個雙洗手盆嘅設計，咁豪宅標配嚟嘅。而另一邊咧有個鵝蛋型嘅浴缸，等大家可以得閒浸下泡泡浴 relax 下。而喺浴室嘅對面咧，就係我哋嘅衣帽間位置啦。哇！大家見到成個衣帽間空間感十足啊！兩邊咧都係到頂嘅衣櫃嚟嘅，無論你有幾多靚衫、幾多靚袋，都夠位擺啊！終於嚟到我哋主人房嘅臥室啦！咁後面哇，呢幅犀利啊！呢幅係 Christie's 拍賣會上面拍賣翻嚟嘅，上面啲刺繡咧，哇，見到好得意啊！唔同嘅動物，好似隻豹啊、龜，上面原來各自都有隻 Hermes 嘅喎。而呢邊咧，當然有張 King size 嘅床啦，咁同樣三邊落床嘅。而主人房咧，當然個景色係最靚，望出去就係我哋壽臣山嘅美景啦。喺度住得咧，非富則貴啊！你又覺得呢套豪宅點呢？呢邊咧就係我哋工作嘅位置啦。咁先生，如果平時想 focus 喺業務嘅話，喺度就可以好好專心下啦。而且咧，驚老婆嘈嘅話咧，呢度仲有個簾可以拉埋。係啦，最後我哋上天台睇下。咦，講開又講，大家又知唔知壽臣山點解叫做壽臣山呢？喺19世紀末咧，清朝就推行咗洋務運動啦，咁清廷就揀咗啲好標青嘅細路仔去美國留學，而周壽臣咧就係其中一個啦。所以後來港島南區咧就有咗壽臣山，就係為咗紀念周壽臣而命名嘅。另外咧，周壽臣仲有個綽號叫做周紳士喎。爺爺咧就係非常之詼諧。當佢做咗太平紳士咧，咁啊即係中國人叫做周紳士。咁後來咧，家父同家母咧都係太平紳士，嗰個弊啦！我哋呢間屋就臭晒啦，因為我哋成間屋都係周紳士。發展商預期成個項目嘅售價大概係10億，咁較7年前買入嘅地皮價4.5億咧，帳面大概升值咗1.22倍嘅，折合每棟咧就大概3.33億啦。咁以今日介紹嘅2號洋房為例咧，佢嘅尺價大概係83,250蚊嘅。不過值得注意嘅咧，就係2號洋房佢係連埋裝修同埋藝術品去出售，咁所以目標客源同埋一般嘅豪宅項目可能有少少唔同啦。總括嚟講咧，藍天地係一個充滿藝術氣息同埋品味嘅豪宅項目嚟嘅，集合咗優越嘅地段、獨特嘅設計同埋高質素嘅用料於一身。對於追求生活品質同埋藝術體驗嘅人嚟講咧，呢度絕對係一個理想嘅選擇啊！今集5星級的家就帶大家睇到呢度先，大家記住 comment、like and share 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